半暝仔计数，生理人上惊的代志，就是无趁钱又搁了本。所以逐日生理若做煞，就的确爱甲今仔日的数算甲清楚，才有休困。若是今仔日的生理歹，无趁着钱，可能伫眠床顶爱扁规暝，无法度安心落眠。早前的生理人，若是要算数，必须爱用着算盘，两支砖头啊，伫算盘顶面叠来叠去，一支喙又搁碎碎念，惊了去算毋对，就搁爱重算一摆。其实古早人发明算盘，实在是一种足好用的算数工具。时代在进步，毋知什么人遐尼啊朴，发明细细一台的计算机，速度紧又搁方便。无论老人还是囡仔，拢真简单就会晓使用，反倒煞袂晓用算盘算数。生理人做生理的目的，就是要趁大钱。虽然了钱会烦恼甲困袂去，总是趁着钱的时阵，也毋敢欢喜甲伤明显，免得互小人知影，半暝煞来着贼偷。所以古早的生理人，若是要计数，拢嘛爱利用半暝仔点一支细支蜡烛，慢慢啊叠，慢慢啊算。安尼讲起来，半暝仔计数就是利用暗时在算数。简单来讲，也就是暗算。俗语在讲，一样米饲百样人。伫咱生活的四周围，有无同款的杂色人，有人心肠好又搁单纯，有人心肠歹又搁心机重。咱上惊就是去拄着心机重的人，伫你面头前是甲你结拜做兄弟，后壁面安怎甲你变空，你嘛拢毋知。总是咱也毋免为着即款人心内产生不平，因为箴言有安尼记载讲，正直的人要徛起对面。箴言2章21节。对遐个心机歹的人也安尼讲，伊要食家己行做的果子。箴言1章31节。半暝仔计数，生理人上惊的代志，就是无趁钱又搁了本。所以逐日生理若做煞，就的确爱甲今仔日的数算甲清楚，才有休困。若是今仔日的生理歹，无趁着钱，可能伫眠床顶爱扁规暝，无法度安心落眠。早前的生理人，若是要算数，必须爱用着算盘，两支砖头啊，伫算盘顶面叠来叠去，一支喙又搁碎碎念，惊了去算毋对，就搁爱重算一摆。其实古早人发明算盘，实在是一种足好用的算数工具。时代在进步，毋知什么人遐尼啊朴，发明细细一台的计算机，速度紧又搁方便。无论老人还是囡仔，拢真简单就会晓使用，反倒煞袂晓用算盘算数。生理人做生理的目的，就是要趁大钱。虽然了钱会烦恼甲困袂去，总是趁着钱的时阵，也毋敢欢喜甲伤明显，免得互小人知影，半暝煞来着贼偷。所以古早的生理人，若是要计数，拢嘛爱利用半暝仔点一支细支蜡烛，慢慢啊叠，慢慢啊算。
安尼讲起来，半暝仔计数就是利用暗时在算数。简单来讲，也就是暗算。俗语在讲，一样米饲百样人。伫咱生活的四周围，有无同款的杂色人。有人心肠好又阁单纯，有人心肠歹又阁心机重。咱上惊就是去拄着心机重的人，伫你面头前是甲你结拜做兄弟，后壁面安怎甲你变空，你嘛拢毋知。总是咱也毋免为着即款人心内产生不平。因为箴言有安尼记载讲，正直的人要徛起对面。箴言2章21节，对遐个心机歹的人也安尼讲，伊要食家己行做的果子。箴言1章31节。